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上班族其实不是不想改变，也不是没有开始过副业，但最后大多还是做不起来。原因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你一开始就遇见3件最困难的事哦。第一，你是一个人，没有人问，也没有人带着你一起走，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摸，走得慢，累得快，也很容易就放弃了。第二，你没有可复制的方法。很多副业要靠拍片，要靠业务技巧，要靠学习专业。上班族下班都已经够累了，根本没有力气再从零摸索一套系统哦。第三，你的时间被切碎了，通勤、开会、家庭、孩子，你不是不努力，而是没有一套模式，让你可以每天只花几个小时也能看到结果哦。这才是大多数人半途而废的真相。但我想跟你说，你不是做不到，只是你还没有开始遇到一个低风险、可复制、有团队、有教育系统，让你越做越轻松的那条路。如果你不想再靠意志力撑，而是希望有人带你、陪你，用对方法一起走，私讯给我，这一次我们一起成功哦。